到这个挽喙齿确实是有风险，因为会引起到全身甲局部无共程度的反应，也则是并发症。像这个挽喙齿了后，这个空喙若顾了无好势，恐惊会来引发到芳寿英组织炎。另外，这个心脏病患都要注意出血问题，也阁有像这个感冒啦、雾霾啦。 女性的生理期的期间，上好拢先莫来挽喙齿，因为这个抗体较差，传染的机会嘛较悬。还是喷着血。2003年，台北一个10岁弟弟挽14支喙齿过世。要加油哦，听到没有？2007年，台北34岁詹小姐因为挽喙齿变食物钱。 大家超拢有挽过喙齿，若挽喙齿其实有伊的风险。伫咧挽喙齿手术之前，你一定要甲你的体科医师讲，你敢有慢性病？注意的就是说，患者有没有心脏病，有没有高血压，血糖呢高不高，有没有适当的控制住？那还有一些就是要注意说，他有没有服用什么样的药物。另外，亲像感冒、暗时歹困，早囡仔月经来拢无建议挽喙齿，因为身体免疫力歹，感染的机会较悬。手术后喙若是无洗清气，恐惊空喙会叫细菌感染，引起芳寿性组织炎。若到底一摆会当挽几支喙齿？体科医师讲，爱看每一个人的情形。一般我们在处理都会看实际的状况呢，一次呢就是斟酌一下，看患者的状况来拔牙。体科医师提醒，平常时喙爱洗好清气，佮爱做定期检查含洗喙齿，较袂互喙齿歹去。若真正是要挽喙齿，你就爱甲你的体科医师讲家己的病史、甲健康的情形，较袂后摆挽喙齿挽甲出问题。